新鮮線菇牛清湯腩，150斤牛骨煲嘅牛湯，正到爆嘅秘製咖喱牛蝦腩飯，多款手工小食，心思小菜，抵食又健康嘅甜品。等我高峰今日帶大家嚟有20幾年歷史嘅新龍清湯腩，食我最中意嘅港式粉麵。今日我就唔同 Mary 食飯啦，我自己嚟深水埗行街。我平時自己一個呢，最中意就係食港式粉麵同埋咖喱腩飯噶啦，所以就嚟到好出名嘅新龍清湯腩，食個靚牛河同埋咖喱腩，享受男人嘅浪漫啊！新龍清湯腩地址係深水埗福榮街101號地下，教下大家點嚟先。我哋深水埗站 D2 出口出，之後直行，沿住桂林街直行，左邊係黃金電腦廣場。嚟到呢個位置，我哋轉右轉入福榮街，我哋向前行多大概1分鐘左右，就嚟到我哋今日去嘅餐廳新龍清湯腩啦。餐廳主打雲吞麵、新鮮牛腩同秘製咖喱，入到去環境乾淨企理，門口仲有糕點賣啊，16蚊3件，咁等陣間試試先，好食嘅話買幾件俾 Mary 食啊！新龍清湯腩，我細個就聽過佢個名噶啦。喺香港做飲食到而家依然屹立不倒，仲有幾間分店，實力一定有翻咁上下。即刻試下，餐牌有好多選擇，唔係淨係得牛腩麵同埋咖喱噶，仲有多款手工小食同埋茶餐廳食物，款式真係超多，價錢亦都好抵啊！好欣賞餐廳不斷創新同埋多元化，力求進步，令到食客有更多選擇啦。除咗餐牌之外，餐廳亦都寫晒菜式同埋價錢喺牆上面，大家可以慢慢睇，慢慢揀啊。清湯牛腩河60蚊，牛蝦腩、牛鎖腩、賓沙腩都只不過係加8蚊，68蚊咋，非常抵。記住啦，呢度係用新鮮線菇牛，唔係出面嘅冰鮮貨啊！線菇牛係指年幼時期被閹割嘅公牛啊，佢冇公牛嘅騷味，肉味極濃，油花細緻嫩滑，係高級牛肉嘅代表啊！呢個價錢超值啊，因為係新鮮牛，所以係限量供應噶，真係有時間要早少少嚟先至可以食到指定或者特別嘅部位啊！食港式粉麵湯底好緊要噶，餐廳嘅牛骨湯底每日嚴選新鮮牛骨150斤，新鮮豬肉、雞殼，仲要加埋鮮香南薑、蔬菜，24小時調劑。我等陣間都要飲翻碗補補佢啊！咖喱係巴基斯坦咖喱，由餐廳創辦人伍先生集合40多年嘅烹調經驗，獨家研製。我係咖喱牛腩嘅狂熱粉絲嚟噶，一定要試試啦！食物嚟齊啦，牛鎖腩河、牛脆骨麵、咖喱牛蝦腩飯、咖喱牛肉角、鯪魚釀尖椒、黑白胡椒燴牛尾、蝦子柚皮、牛骨湯西洋菜、甜品，當然唔少得凍奶茶同埋凍檸茶啦，好豐富，熱辣辣，飆晒煙啊！我真係唔客氣啦，要即刻食啦！牛鎖腩河唔係間間粉麵鋪都有得食鎖腩噶，一隻牛得少少鎖腩啊咋，老闆話我遲啲嚟都食唔到啊！大家睇下師傅手起刀落，每一嚿牛鎖腩都咁靚噶。鎖腩一咬落去呢，連住筋膜位同埋肥膏，好好味，肥而不膩，好濃嘅牛味同埋牛油香啊！因為新鮮牛嘅關係啦，完全冇雪藏味，爽脆嘅油筋喺口裏面爆開啊，成個口都係牛肉香啊！飲啖湯先，濃郁嘅牛味，清澈而唔油膩啊，完全可以成碗湯飲晒，河粉滑，正常發揮啦，嗦晒牛骨湯嘅精華，好正啊！蘿蔔好大嚿，好清甜啊！牛脆骨麵市面上呢亦都少見噶，牛脆骨即係牛氣管，顧名思義呢都係爽爽脆脆，火候拿捏得啱啱好啊！軟骨帶點咬勁，同時呢又有脆度，浸喺牛骨湯裏面呢越咬越香，好中意呢個口感啊！麵都幾滑，咖喱牛蝦腩飯配凍奶茶少甜，食咖喱腩係一定要配凍奶茶噶，冇得傾嘅。呢個呢唔係普通嘅港式咖喱飯，係老闆用心改良過嘅巴基斯坦咖喱，救命啊！好好食啊！巴基斯坦咖喱牛腩，咖喱好濃郁，好重香料味啊！唔係有食開嘅椰香或者甜口嘅咖喱，入口嘅第一秒係各種香料喺個口裏面炸開啊，有辛辣感。嗰種味蕾嘅刺激，簡直令我置身於巴基斯坦啊！超級野味，勁好送飯啊！我應該可以添多碗飯添啊！牛蝦腩牛味濃，油香好勁啊！一層筋膜，一層肥肉，一層瘦肉，軟內有彈性。呢嚿肉呢吸晒咖喱嘅香辣，不得了啊！
咖喱腩咧最重要就係薯仔啦，依家喺出面食咧，淨係俾1-2嚿你，完全唔夠口噶。呢度就好大方，牛蝦腩又多，啲薯仔都多啊！老細要多碗飯啦，啖飯一啖冰凍嘅奶茶，我覺得係香港人天堂級嘅享受啊！咖喱牛肉角炸得靚，夠乾身，唔油膩啊，應該都係巴基斯坦 style， 個辣味係新香噶。呢一刻有啤酒仲正啊！鯪魚樣尖椒，鯪魚肉新鮮有彈性啊，尖椒少少辣，煎到啱啱好啊，夠爽脆，包住埋鯪魚肉。我發覺咧，餐廳煎炸小食咧，工價都幾好喎，全部唔會乾，保留住食物嘅水分，但係又夠香口又惹味。黑白胡椒煨牛尾，牛肉味好重啊，可能唔食慣嘅人呢就未必受得到噶。但係我呢就好中意食新鮮牛啊，因為新鮮牛呢用咗黑白胡椒嚟調味，所以唔騷。牛尾呢又夠晒腍，唔錯唔錯啊！蝦子有皮，味道幾好啊，軟綿綿入口化開，有濃郁同埋鹹香嘅蝦子味。蝦子有皮呢，其實係一道好考廚師功夫嘅懷舊菜嚟噶，花時間，利潤又唔高，所以新龍清湯腩呢肯做呢道懷舊功夫菜，真係有心思啦。牛骨湯西洋菜，西洋菜清甜，吸晒啲牛湯啊，比起平時用雞湯或者腐乳蝦醬等等呢，更為鮮甜噶。食完啲小食鹹點，食翻啲甜點先。甜品分別有桂花雪耳糕、椰汁馬豆糕、桂花杞子糕，我就最中意食馬豆糕啦。大家睇下，超足料啊，有椰汁香，呢一個好正啊。桂花糕好清香 ，Mary 一定中意啦。估唔到甜品都唔錯，價錢又抵，等我即刻包翻幾件俾阿 Mary 食先。今餐超滿足啊！咖喱牛蝦腩飯簡直衝擊我味蕾，依家剪緊片，我都一再回味啊！全部牛肉都好新鮮。好重牛味，真材實料，小食有功架，有心思。依家有唔少人話香港食飯唔抵，但係我覺得千祈唔好一竹篙打一船人啦。香港仍然有唔少有價值、好有心思、好有食物質素嘅餐廳，新龍清湯腩就係一個例子啦。好欣賞餐廳保留傳統港式風味之餘，又不斷創新進步，加入唔同嘅菜式選擇，仲要努力保留懷舊粵菜文化，價錢亦都好合理、好公道啊！亦唔怪之得新龍清湯腩可以屹立喺香港20幾年，呢餐食得好滿足，飲埋杯凍奶茶係種幸福嘅感覺啊！今集就嚟到呢度啦，我哋下條片再見啦，拜拜。